係 Jonas。與神談生死31章，萬物都在成長之中，沒有所謂的演化終點。伊麗莎白嘅體驗同埋死後真正所發生嘅十分接近，咁唔係好奇妙咩？咁的確係佢喺物質世界同埋靈界嘅通道中逐漸深入嘅體驗，但好似我先前講過嘅，呢個體驗係好多方面都係因人而異，不過有啲嘢係共同嘅，生命回顧就係其中之一。但係生命回顧聽起嚟係挺痛苦嘅。我係話我人生中某啲時刻唔係令人咁舒服，有啲係我嘅體驗，有啲係我對別人造成嘅體驗。唔會有任何痛苦或者唔舒服。哦，係喎，我唔記得咗添。記住，喺死亡嘅第二階段，你放棄咗你對自己嘅心智，對自己持有嘅思想嘅個體認同。喺第三階段，你與一融為一體。喺融合嘅時刻，我就捨棄咗我對我稱為我嘅個體嘅最後一絲認同，站喺我之外，清楚嘅睇住我，但係就唔喺情感層面上同佢認同。好好，你理解啦。現在翻返嚟我哋嘅比喻，你處喺死亡嘅第三階段，你都已經度過咗融合嘅時刻。現在當你充分體驗住自己嘅本體核心時候，你睇到咗藝術畫廊嘅一切，睇到咗你一生所有嘅經驗，你客觀咁睇住佢哋，彷彿正在翻閱一本畫冊，睇一部電影，研究一件偉大嘅藝術品，即係每一個體驗。你研究每一個片刻，直到你覺得理解佢為止，然後你再移入下一幅影像，下一個片刻，下一幅畫作。咁樣你遊歷咗整個畫廊，確定自己睇過咗所有嘅收藏，每個瞬間對你都係重要嘅，因為喺你檢查人生中每個獨立片刻嘅時候，你了解到呢啲片刻係你用嚟創造你對本我嘅體驗，而且好快咁，你會決定你希望點樣重新創造自己。等下，我有個問題。我知道呢個係比喻，唔係真係嘅本來面目啊嘛。描述本來面目而唔用比喻，會讓你無法領會。我明白。雖然知道咁樣係一個比喻，但係我仲係要將毛病挑出嚟。我有個問題我冇搞清楚。我以為當我從本源浮出嘅時候，當我嘅與神相見結束嘅時候，我重新獲得咗我嘅身份。如果唔係，我點樣知道我係邊個呢？冇錯。咁我為咩可以經歷呢一個生命回顧？係觀看返我剛剛活過嘅一生所有片刻，而冇任何嘅感受？我必須好抱歉咁講，我做過一啲非常醜陋嘅事，我亦都係做過一啲好事。如果我重新獲得我喺死亡嘅第一階段捨棄嘅身份，咁為乜嘢我唔會有任何嘅悲傷、快樂或者痛苦嘅感受呢？當你嘅與神會面結束時，你重新獲得咗你對前世擁有嘅局限身份嘅覺知，呢個係真實嘅，但你唔會翻返去嗰個身份入邊，而係以一種大得多、無限得多嘅方式嚟體驗你自己。
我睇下能唔能諗一個我自己嘅比喻，睇下我係咪真係明白。好，你試下。嗱，我曾經喺劇院工作多年，所以我突然間諗翻起一個，就好像我喺度扮演一個能力或者係技能非常受限嘅角色之後，走翻落去舞台，換咗戲服，換咗我嘅日常嘅服飾，然後走出劇院，以一個擁有完全嘅能力、健全嘅人嘅身份進入咗世界。劇院外邊呢，有一個巨型嘅屏幕閃爍住，播放緊我喺演出中嘅好多鏡頭。我睇見自己喺啲影像入邊做鬼臉啊、微笑啊、哭喊啊、憤怒啊，但我當然唔會對佢有任何嘅內在嘅情感反應啊。我知道呢個唔係我正企喺呢度睇住啦。但係當我喺戲入邊嘅時候，當我站喺舞台上嘅時候，我所表現嘅呢啲苦難、痛苦、歡樂，不僅對觀眾嚟講係非常真實，對我嚟講亦都係，我真係一個非常棒嘅演員。而家睇住啲影片嘅時候，我發現有啲鏡頭可以做得更加好，或者改變一啲劇情。我決定喺下一次演出咁樣做。於是呢，我開始行動啦。首先，我去圖書館去揾資料，想要對我所扮演呢個角色有更多嘅了解。好精彩！呢一個係非常棒嘅比喻，呢一個係同你穿越自己嘅本體核心，回顧你人生嘅藝術畫廊嘅體驗非常接近。而且離開你嘅本體核心之後，喺某種意義上，你真係去咗圖書館，以便對你嘅角色有更多嘅了解。不過，請再為我解釋一遍啦，為乜嘢我要咁樣做？為乜嘢我要離開核心呢？雖然你解釋咗咁多，但係有個部分都係讓我好迷惑。我為乜嘢要離開本源？為乜嘢我唔永遠同佢相融呢？嗰度唔係就係天堂啦咩？生命嘅天性係去表達自己，呢個就係生命所做嘅。佢無法唔咁樣做，否則佢就唔係生命啦。現在將生命呢個詞換掉，你記得生命亦都可以稱做神，一切萬有、本源、原力，或者隨便你喜歡叫乜嘢。無論你用嘅係咩詞，你所講嘅都係生命。喺自我表達嘅過程入邊，生命名副其實係向外推出 express， 亦都係即係話佢將自己推到自己嘅外邊，生出咗自己，作為自己嘅一個面向，以便佢能夠喺自己嘅體驗中認識自己。咁啊真係滿載而歸，有好多好多嘢要消化。你慢慢嚟啊，唔使着急，一個思維一個思維，一個概念一個概念嘅領會啦。喺自我表達嘅過程入邊，生命名副其實係向外推出咗佢自己。表達意味住推出，生命將自己推出自己之外。喺某種意義上，佢生出咗自己，作為自己嘅一個面向。佢咁樣做係為咗喺自己嘅體驗中認識自己。咁樣係再次出生，即係重生嘅真正含義啊！冇錯，我重生之後離開核心，用你嘅話嚟講，透過有距離嘅視覺，
以便更清楚咁認識我喺核心嗰度見到嘅真相。你真係非常了解啦，呢個就係死亡同埋出生嘅過程同本質。你持續咁樣移入同埋脫離自己嘅本體核心，知曉同埋體驗你係邊個嘅真正本質。你作為分離嘅單獨嘅一部分，利用距離嚟認識同埋體驗全體。因為當全體係全體嘅時候，佢只能體驗到全體，而冇佢嘅組成部分。如果我已經無法更完善呢？如果我喺剛剛經歷嘅一生中已經完整咁融會貫通咗以上嘅體驗，咁會點樣啊？咁個迴圈會結束嗎？唔會，你只會重新定義融會貫通。我就會提高標準啊！冇錯。所以呢，遊戲會繼續，歷程會繼續，係咪？係嘅，生命嘅慾望同埋天性係產生更多嘅生命，而產生更豐富嘅生命。萬物都喺成長之中，冇演化嘅終點呢一回事。要永遠記得，因為呢個就係第15個憶起，沒有演化嘅終點呢一回事。我已經向你描述咗永續不斷嘅生命迴圈，因為你好似所有嘅生命一樣，尋求重新創造自己。於是你會移入精神領域，喺其中你會更認識、更理解你是誰，以及你選擇是誰。然後你會返返去自己嘅本體核心，再次返返去物質世界，以另一種方式遊歷同一條嘅時間之流，或者另一條全然不同嘅時間之流，以便等你喺自己嘅體驗中知曉，成為你選擇成為嘅係乜嘢感覺。但我點樣知道我想要成為乜嘢呢？我唔明白，我咩時候會做出一個選擇呢？當你回答神聖詢問時，你會做出選擇。哦，我終於等到啦！